Hello，我係李家國梁生啊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元朗 YOHO Town 睇一個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393尺，請過嚟呢邊睇下。呢個單位咧係直廳設計，廳嘅窗咧係向南嘅，仲有對流窗。我哋睇下廚房，廚房保養得唔錯。呢度就係細房啦，細房可以望到會所嘅室內泳池，同埋會所頂部嘅綠植。洗手間係原裝交樓標準，配備浴缸。佢係一個有窗嘅洗手間嚟㗎，俾你睇下。呢間單位咧最靚嘅地方咧就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個大窗台咧係望到一個非常之靚嘅屋苑泳池，室外室內池都睇得好清楚，非常之靚。如果你對 YOHO Town 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啊！